高雄嘉定的蓝马地最近是出现200-300只的乌面腊杯，数量突破纪录。其中有一只是4天前伫咧永安受伤，经过救援了后野放，伊已经是连续4天飞来高雄，而且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勇敢，大家拢真欢喜。 这顶乌面腊杯内底有卡款的这只就是 H74， 伊顶个月底出现伫嘉定啊蓝马地，听说招爱人士拢真惊喜，因为 H74 4天前伫永安治疗希望受伤，经过救援治疗才放线，了后伊逐年拢搁飞回来。静脉来讲，看起来是已经很强壮，而且伊身躯迄个金黄色的环子液的颜色也出来了。H74较早是韩国教授靠卡环放线的乌面腊杯，想袂到伊连续4天拢飞来高雄。你们看到右边2只在谈恋爱，他们这样互相磨嘴巴。 民众嘛翕到乌面腊杯谈恋爱的画面，实在真趣味。嘉定蓝马地今年来歇冬的乌面腊杯，至少有200到300只，数量比以前较侪。因为今年的雨水有够，那食物量嘛有够，所以咱保育伊的安全。伊感觉伫即个湿地内底，伊是足安全的，所以伊的数量是愈来愈增加。佮包括一寡老鸟，伊会带伊的幼鸟对来。 毋那乌面腊杯，嘉定嘛第一摆记录到长喙豆眼的出现，而且因已经停留3个月，实在真难得，互嘉定蓝马地生态更加丰富。记者邓亚文、赖维做高雄报道。